再来关心全国大罢免第2阶段送件罢免拿入立委的进度，即马是31-0。目前国民党提起的是无半会通过。国民党为着要反制大罢免，即马是要组党外在野大联盟。也让第2阶段成案了后，就要进入投票的阶段。有民间团体呼吁检调，爱调查敢有人买票，讲应该爱主张，因是主张爱比照全国的选举，提供检举奖金1000万。全台罢免案都要来到第3阶段，民间团体和罢团联合呼吁检调高公查贿选，法委法务部应该比照全国的选举，提出1000万的检举奖金。罢免王宏威的罢团嘛表示，最近受到真侪压力。他跟王沪宁握手的那样子的一个新闻画面，我放上大看板，那他就提告我们就是妨碍名誉，看板吊车大哥都要上去，就是我们要去。做笔录，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真的是霸凌我们。王宏威表示讲，针对无证据抹红的言论，提告是要捍卫伊家己的名誉，端正视听，呼吁罢团爱面对家己的违规。目前罢免拿入委的2届送件进度是31-0，为了反制大罢免，国民党前立委郑丽文是找无共党派的成员，调做党外在野大联盟，包括高中老师欧桂枝、网前馆长陈志涵等20多个人，讲是要来制衡民进党的一党专政。希望能够连结台湾政治光谱上面的所有的朋友，不分颜色，党外就是对于统治者一党专政、一党独大的情况底下，所有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。郑丽文嘛，伊阁讲后壁会先以7分箱仔开讲的方式，在能源、两花等各项议题来挑战执政党。北方家己是两花和平大赛的馆长车泽，都要启程去中国，嘛呼吁在野爱合作。民进党最大的题材就是中国大陆。恐中、仇中，这一趟就是我要向我的偶像沈伯洋先生的爸爸看齐，所以我们要过去，看看大陆现在目前的状况。这个党外的名词就被这些人玷污了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预示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未来。如果这些出来的力量是国民党本土派的力量，我会认为国民党有救。结果出来的这一些公民团体又一样，又是一些左统人士。那我就问，那不就坐实了国民党现在整个加速红统化？针对党外在野大联盟的行动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回应讲，过度操作侵拿议题和制作对立，这替罢免案添茶火，记者综合报道。